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鑽石爸爸嘅 channel。咁今日想講下英國經濟寒冬，BBC 都要裁員2000人，咁啊 G7 更加表現倒數啦，咁啊通脹加價潮究竟頂唔頂到呢？咁啊呢個 channel 中意講下香港啦，中意講下移民嘅地方 UK 啦，中意講下加拿大啦，或者唔同地產啦，或者投資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 follow 埋 Patreon 嗰邊，咁啊盡量咧會每日或者每兩日咧都會 update 嘅，咁啊有興趣朋友可以 follow 埋。咁啊即刻翻嚟先啦，英國經濟預測咧非常之嚴峻，咁啊根據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啦 IMF 嘅最新預測，受到而家中東局勢咧影響咧，英國喺G7 發達國家中咧表現非常之疲弱，同1月份嘅預測相比咧，而家係好明顯係下行緊嘅個經濟，咁啊表現僅咧優於個德國嘅啫，咁啊冇計啦，高度依賴進口能源成本啦，咁啊結果就而家中東咁樣就冇辦法啦，能源啊飆升，令到啲消費者咧更加勒住唔想使錢，咁好正常嘅，其實香港都係咁嘅。咁但係佢哋最大鑊係咩咧？就係各行各業面對壓力，就運輸啦、能源啦、原材料啦，全部原來都係中印供應嘅藥物，咁啊而家都成本上升，你去機票、酒店全部都貴到不得了，咁啊企業亦都經營困難啦。之前咧亦都試過有啲超市，例如可能 Marks and Spencer 嗰啲，有人衝入去搶嘢零元購啊 OK。咁啊最大鑊係咩咧？即係而家連 BBC 即係呢啲傳統嘅媒體啦，都大裁員，裁幾多咧？2000人。咁啊佢哋個 target 就係要節省5億英鎊進行大規模重組啦。基本上咧其實呢啲亦都反映咗傳統電視台咧喺 Netflix 啊、YouTube 啊、Disney Plus 嘅競爭底下咧，真係開始式微嘅。咁所以佢哋個收視咧就係會好導致到咧嗰個大量用戶流失啦。因為佢哋以前我相信係幾多人睇嘅，而家直情係個收視都冇乜人，連嗰啲廣告啊剩啊咁啊流失咗好多，流失咗幾多咧？30萬用戶咁鬼多。咁除咗之外，仲有社會各界都即係縮皮啦。除咗傳統嘅業務之外咧，4大會計師啦、銀行啦、超市啦，啱啱所講都會出現裁員同埋縮減分店，甚至連英國傳統嘅私立寄宿學校都面臨倒閉，顯示而家中產咧係好審慎消費，唔係輕易去投資於咧好貴嘅教育嗰度嘅。咁啊點算咧？即係如果而家咁嘅情況，即係做生意嘅人咧成本大幅上升啦，咁啊消費者又睇唔清個局勢，搞到咧就唔係好想使錢，咁都正常。即係頭先咁講，都同香港係差唔多。咁除咗呢個之外咧，即係連中產都勒緊褲頭咧，再唔好似以前咁樣大手筆車落去俾個仔讀書喎，即係而家都非常緊縮。咁啊，正如係咩咧？即係我啲朋友仔咧，嗰啲阿女啊、阿仔啊，都係 UK 讀緊書，但係佢哋而家都面臨一個問題，就係佢哋讀嗰間學校其實都幾貴啊。咁但係翻到嚟係揾唔到 offer，即係佢哋可能讀 finance 一定係會想揾翻啲即係 IBank 啊好 offer 啦，但係冇計，搞唔掂。而家咧直情係連普通嘅 internship offer 咧，佢哋都冇。咁呢個咧就真係要學校活用唔同嘅軟件，活用 AI 啦。我會分享多少少咧，最近觀察到喺香港有一啲乜嘢細嘅 business 或者活用到 AI 幾鬼馬嘅 business 咧，係可以做到。咁有興趣朋友 follow Patreon 啦，咁1個月好平嘅啫，都係5蚊、10蚊。OK， 睇晒成個月嘅嘢。咁有興趣嘅朋友俾個 like 啦，或者 share，可以俾多啲人知道呢啲信息咯。Thank you。